唱歌也是學舞技的一種方式。今年呢，這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攏總有300隊，連續7天佇高雄比賽。主辦單位就講，今年若參賽人數超過13000人，是有史以來上多。也看到無同族群的人願意來挑戰學吉他的技藝。透過囡仔優美的歌聲，甲台語歌謠講囡仔迄款阿母疼囝的心情唱互大家聽。今年的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，找到進入國小組的台語歌謠比賽。來自高雄的數位國小講，甲華語比起來，囡仔要練唱台語歌，付出的努力甲時間攏加幾落倍，不只個囡仔收穫嘛是真濟。但是我感覺講囡仔佇遮唱歌的當中，慢慢會體會到愛遮台語的迄個美好的所在，所以慢慢嘛足愛唱這台語的歌。毛來自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小學的囡仔，學人目鏡配上高水的舞蹈，唱出這首趣味的天上飛啊！帶隊老師講，唱歌是一個真適合學舞技的方式，因為一個日本家庭的囡仔，都因為點厝無機會學，來合唱團顛倒學會曉講台語。參加這次比賽讓你學到什麼？讓我學到了很多的台語。那你覺得講台語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嗎？是，平常咧互動的時陣，攏會甲因講台語，就互因感覺講台語是一件就是介自然的代誌。已經舉辦26年的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，今年人數創下新紀錄，攏總有300隊，超過13000人來參加。主辦單位講，除了台語，還有客語、原住民族語甲東南亞的語言。今年的比賽也可以看到台灣對着各種母語文化的包容甲珍惜。原住民的部落，因囡仔來唱台語歌，咱會當感覺講，這個本土語言的發展吼，真正來發展，真正成功。主辦單位表示，當年比賽攏是一擺成功的文化交流，得到優等以上的隊伍，攏有機會去國家級的展演場所表演，甚至去國外交流。記者黃亞祖、柯兆陽、高雄採訪報道。